靈芝係自然界嘅奇蹟，生長條件非常講究，濕度同埋溫度都要好精準，所以一棵優質嘅天然靈芝係好稀有嘅。維特健靈有30年專業鑽研靈芝嘅經驗，挑選靈芝要求比坊間高好多，只會揀選生長喺最優質青岡木上嘅靈芝，無論色澤、尺寸、完整度等都要符合多個標準。每棵靈芝生產前要反覆檢驗、淨化、除菌等，仲會經過多項品質檢測，確保有效成分達標。再用特有水純雙提技術，配合低溫真空風乾技術，先能夠萃取出每一滴珍貴靈芝精華。維特健靈用上歐盟製藥標準，安全檢測高達150項。講到健康，我一定揀最好。我唯一信賴20年銷售No.1嘅維特健靈5色靈芝，依家精神活力翻晒嚟。